歡迎各位朋友又回到我呢個頻道嚇。今日我哋就傾下呢個從易經角度咧，就個智慧咧就去點樣去看呢個提前規劃人生最後一步嘅嗰個情況嚇。今日咧我哋用中國最古老嘅易經回答咧，就好多華人咧就都會想問嘅問題係嘛？就係第一就係易經嘅核心咧，就唔係算命，而係一個字變，係嘛？天地四季在變化，人生也在變化，係嘛？生老病死係每一個人都會經歷嘅人生嘅規律。真正嘅智慧唔係逃避呢個變化，而係認識呢個變化，順應變化，提前做好準備。我哋咧第一咩叫做 funeral pre-planning funeral pre-planning 咧就係人生喺你健康嘅時候提前規劃你嘅人生最後嗰一程包括呢個福地點樣選擇殯儀嘅服務方式個儀式嘅安排希望咧就留俾你嘅家人咧一個交代佢唔係準備死亡佢係準備愛係嘛？易經都講俾我哋聽咧，順應自然就係智慧，提前規劃就係尊重生命嘅自然過程。我哋公司林肯咧就亦都有一個呢個personal pre-planning，即係個人預先計劃一個總結嘅本子你可以咧登記你嘅最重要嘅信息係嘛？包括你嘅寫安卡號碼你嘅銀行嘅嗰啲卡嘅號碼你自己留低俾你嘅家人係嘛？因為每個人過咗身之後咧，我哋嗰個funeral director 即係我哋嗰個主管人，你會問你好多問題嘅。咁佢問你問題嗰陣時咧，如果你冇準備好咧，咁你就佢大概要有成8個問題，咁你要應對佢。咁如果我哋喺平時有時間嘅情況下，同家人溝通清楚嘅情況下，將呢啲資料咧寫好晒喺呢一本簿度咧，對你嘅家人咧，佢哋到時攞呢本嘢交俾我哋咧，咁我哋會自然就會去處理成個過程㗎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呢個pre-plan 同埋呢個 pre-pay 有咩唔同？好多人咧都把呢個兩個情況咧就混為一談。其實 pre-planning 咧就係提前決定自己嘅安排如選擇墓地喺呢度用火化安葬喺邊度用咩儀式而呢個 pre-pay 咧就係提前規劃好嗰個安排嗰個費用點樣安排，你係一次過付清定係計劃分期付款簡單嚟講咧 ，pre-plan 咧就係規劃 ，pre-pay 咧就係付款，係嘛？呢個規劃唔一定要馬上付款，係嘛？而係通過一個正常建立咗呢個規劃之後咧，你知道你係可以分期或者係等你決定嗰陣時，你先開始呢個項目。易經強調咧，我哋咧係應該謀定而動，係先想清楚，然之後再行動。呢個係人生規劃嘅一個智慧。第三點咧就係點解個費用咧就成日都漲嘅咧，不停漲，每年都漲係嘛？易經亦都講俾我哋聽，係嘛？世間萬物都係變化，係咪？人工嘅成本土地嘅成本、建築材料嘅上升、墓地同埋殯儀服務嘅費用都係隨着時間而變化嘅。提前規劃咧，只不過係為咗今天係為你幫助你家人面對嘅未來。第四點咧個問題咧，好多人都問咧，如果冇咗規劃會發生乜嘢？好多家庭嘅人都認為咧，以後再講啦，係嘛？可以咧，當事情發生嗰陣時咧，就係咧，家人咧往往喺再悲傷嘅時候，喺短時間做出咁多決定咧，佢哋可能會問啦，我爸爸媽媽係希望土葬定係火葬中意邊個墓園喺邊個位置係咪個預算係幾多
希望舉辦咩儀式去追思佢哋啊咁樣。咁如果沒有留下呢啲咁嘅任何安排咧，呢啲咁嘅決定咧就會落喺你嘅家人嗰個身上。咁啊，第五點咧就係家人咧就需要替你做咩決定咧，係嘛？如果冇提前規劃好，家庭咧就可能要需要決定係土葬啊定係火葬，係喺邊個墓園，係嘛？喺做咩用咩墓碑，佢當時就要決定㗎啦，係嘛？係用乜嘢宗教儀式，係咪？你係佛教嘅、道教嘅、基督教嘅，係嘛？咁啊，你都要提早要同呢個有啲咩親友要邀請過嚟啦，係嘛？如何安排呢個預算咧？邊個負責呢個所有手續咧？呢啲咁嘅決定咧，每一項都係伴隨着呢個情緒嘅壓力同埋喺你最悲傷嘅時候要咁做咧，係非常之困難。提前規劃唔係為咗自己，而係為咗家人在最困難嘅時候少一點負擔，多一點嘅安心，係咪？易經亦都同我哋講啦，真正嘅智慧唔係預測未來，而係提前準備未來。提前規劃唔係因為害怕死亡，而係因為我哋珍惜我哋嘅生命，深愛家人。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呢一集，我哋下集再見。Thank you。